即字安怎读？用一个机关来下鸟鼠，诱捕的意思；用一个假字来诱捕，虾仔会变色，所以有虾字名。英英美代子，控蛇就是用虾虾。搁读霞，满霞是地平线以下折射的假光线。腹肚疼是假，腹肚在滚假。搁读徛，轻声徛，气徛是玉仔有气芳，就是有徛字。吹毛求疵，找人麻烦，就是甲人徛空，就是挑徛。所以写徛空也可。有影安尼写无？空虚字典有线索，气就是徛。毋是讲假，来整理一下：下鸟鼠、虾仔、满霞、用虾虾、滚假、气徛、徛空、徛字。